4G 的哦，免费无线上网啊，实际测试哦，它竟然哦，从那个首页啊，从手机的荧幕哦，荧幕要点那个 YouTube 要看 YouTube 影片，结果错误呢，没有办法播放了，都是已经离线了，从荧幕上面滑下来拉下来，发现的 WiFi 的部分呢，说是 DNS 错误呢 ，DNS 错误 ，WiFi 通话哦 ，DNS 是网域名字吗？网络伺服器吗 ？DNS 伺服器吗？错误的，什么显示 DNS 错误的，在北族埔这边没有办法无线上网看 YouTube 影片，在新营农会，新营了，民治路农会那边可以看呢，可以上网呢，速度也很快，奇怪，北族埔这边无线上网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呢？有出现了扇形的图案。但是呢，从手机的荧幕滑下来，它显示说错误呢 ，DNS 错误了，然后再从那个手机荧幕点那个 YouTube 图案进去，没有办法看影片呢，说是已经离线了，说网络有连线错误了。